屏东东港的盐埔甲小琉球的这条航线，海面上是出现真侪水流茶。这是2个月前的凯米风台冲落来的茶库，卡伫这个肉粽角，再加上最近落大雨，这个茶库全为东港溪流入去码头内底，碍着交通船的通行。因为刷落来小琉球就要大拜拜，航运业者希望相关的单位赶紧把这个茶处理掉，确保着航行的安全。大细地水流茶铺伫海顶，船只载客入港的时阵，就要顺头看尾，都惊茶库会互引擎夹入去，造成危害。我堆子遮济，海上的迄，海上佫愈济，海上嘛足济，这浮起来嘛，这卡着车，卡着船啊嘛危险哦。中央气象署地震速报：现在发生有感地震，请注意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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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现大量漂浮木，影响船只进出港之安全。这几日受到凯米台风所带大量携带的漂浮木，那也造成我们公司不少的财产损失，希望相关单位尽速协助处理。船公司讲，乌派去的交通船初步修理费用，就至少要60万。因为沙拉街小琉球要举办3年一摆的迎王祭典，估计人潮会吵，也是得爱加开航班疏运。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伫上短时间内将水流查清除，确保航队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